17首，第17首，应该我唱过，要不过较少唱吼，所以咱来听一个前奏，好像就是这样。有听过吗？然后，那个麻烦 PPT 要换一下，所以他们全部呆住，就只能音乐欣赏。请 PPT 换成第17首，谢谢。好，音乐欣赏完毕 ，PPT 出不来的状况下，请提信息，咱嘛是爱连一个吼。有吗？哦，好。那不管前奏来了，然后有谱的就可以一起唱17首17首啊！你看我们讨论11、17，他们学我一样耳朵塞，结果都来不及唱，不好意思啊，再来一次，谢谢你。现在可以了吗？再来读一次好了，预备来，着子跳舞，拍鼓大琴，做甲 CHOK 哦，没有的音啊，好，可以吗？好，再唱一遍就好，预备来，着子跳舞，拍鼓大琴，做甲，好。第40读一句，预备来。远大山海游，出声欢喜和乐，还行吼，有点绕口，但是好，再念一次，预备来。远大山海游，出声欢喜和乐。第50读一句，预备来。祝悲教正义公平心换世界。好，搁一届预备来。慈悲教正义公平心换世界。好，所以咱第30唱到第50，这真紧就唱了吼。来，第一个音就好。预备，第30开始了，预备来。跳进跳舞，拍鼓大琴做甲，跳子跳舞，拍鼓大琴做甲，跳子跳舞，拍鼓大琴做甲，跳子笑，唱歌乐哩。
谢礼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请咱闭目心，咱三个来敬拜上帝。请走吧。咱若真实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拢总的不义。这是咱三角来吟诗，圣诗17首，圣诗17首，着向主上帝唱新歌，着向主上帝唱新歌，请起立吟全首。
咱信仰。万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美的主。万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爸同一同体，万美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在色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丢彼拉多任内，为咱定十架，受咱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搁我上天。现在坐伫爸的正平，带领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万信相属换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托先知讲话，万信一个圣公堂属道的教会。阮个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阮希望世人搁我来世的命命。阿免，请坐。这时咱要来交托启示文，启示文41篇，也是以赛亚第9章。启示文41篇，伫圣诗后面1073页，显着咱。三甲来交托，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伊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亲像得受割的欢喜，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压断因肩头的棍，侵略者的军鞋高着火的军服。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伊要负担国政，贤明的导师。永在的天父，伊的主权无强，伊要坐大笔的宝座，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成全这个事。一时。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创造万美的主宰，阮感谢你，因带阮伫主日来到你的面前，阮要用欢喜的心开声学乐你的圣名，由你的神来感动阮，互阮看起你极大的疼痛。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的道成肉体。成做世间人带来愿望，阮知你有慈悲，佮充满怜悯，愿意施恩、祝福、拯救，互阮通进入主的疼痛恩典中。由你开阮的目睭，互阮明白你是偌尔啊慈爱，阮是何等丰盛。的内面，帮助阮甲阮所疼的亲人，因为你的恩典，互阮的罪通得到赦免，病痛通得到医好。因为接受福音的救恩，同齐的称义，佮有喜乐，
亲像江河时常交阮伫地。慈悲的天父，伫过去即一礼拜中，阮的行达设施有得罪你的，阮要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悔改认罪。恳求主怜悯的恩，等撤销阮的过失，赦免阮的罪过，互阮看起家己的无够业，愿意用谦卑的心，甲你同行。主，阮特别为着教会中病痛的肢体来祈祷，恳求你医治安慰的圣手就临到，求你为因带来大大的平安甲信心，灌纳伫病痛肢体的生命中。即时，阮阁要对你的话语领受你的教示，恳求圣神即时临到伫阮的中间，伫即个盛会，安静阮的心，用油抹吴牧师的喙，互伊所传讲的信息来到阮的心中，刺插阮的心，真侪阮的帮赞。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即时，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出埃及记10章第1节到29节。出埃及记第10章第1节到29节。现代中译本第57页，台语译本第122页。显着，我来读。10章1节，上主对摩西讲：“你去见埃及王，我要互伊甲伊的人神的心意，通互我伫因中间行神业，嘛要互你对恁的囝、恁的孙讲起我安怎欺人埃及人，以及我伫因中间行的神业，互因知我是上主。”摩西甲阿伦就去见埃及王，对伊讲：“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你到呾也毋肯伫我的面前屈服，就放我的子民出去，互因通敬拜我。你若毋肯放我的子民离开，明仔载我要互草蜢进入你的境内，因要惹砍地面，直到人看袂到地。因搁要食冰雹拍春留互恁的，嘛要食草地的树木。你的王宫、你的人神，甲所有埃及人的厝，一世界拢有草蜢。自古以来，袂捌有人看到安尼。讲了，摩西就活转身离开埃及王出去。第7节，埃及王的人神对王讲：“这个人找麻烦害咱，要到第时，就放这个民族去敬拜上主，因的上帝。埃及已经得要灭亡啦，你兼毋知。”对安尼，埃及王调摩西甲阿伦倒转来，对因讲：“恁通去敬拜上主。”恁的上帝，毋过是甚物人要去？摩西讲：“阮拢要去，阮的少年人甲老人，阮的后生查某囝，阮的牛群、羊群，拢要做伙去，因为阮着守节敬拜上主。”埃及王对因讲：“去啊！我若放恁的囡仔甲妇人对恁去，愿上主甲恁保庇啦，恁着知灾祸已经伫恁的目睭前。毋过袂用得，我简单准恁查甫人去敬拜上主，恁本来就是安尼要求。”埃及王就甲因赶出去。上主甲摩西讲：“你伸手举埃及地，互草蜢砍满全国。”食冰雹拍春的日物，摩西举伊的拐仔举埃及地，上主就互东风规暝规日吹埃及地，到过日
早起，东方将草蜢吹来。草蜢侵犯埃及全地，晓伫埃及四境，草蜢到遮尔多，数量空前绝后。草蜢夜看地面，直到全地拢黑暗。因搁食地上所有冰雹拍春的菜色，甲树顶的果子。埃及全地无论树木，也是园里的菜色，连一撮仔青翠的米拢无留着。16节，埃及王赶紧叫摩西甲阿伦来讲：我有得罪上主，你的上帝，嘛得罪恁。但请恁祈求上主，恁的上帝，搁一摆赦免我的罪，互我脱离即遍致到死亡的灾难。摩西就离开埃及王去祈求上主，上主就透真强的西风，将草蜢吹落去红海。埃及四境连一只草蜢拢无留着。毋过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无放以色列人离开。上主搁甲摩西讲：你伸手举天，互黑暗夜砍埃及地。暗甲着用网的才会行得。摩西伸手举天，埃及全地就3日久乌暗嘛。3日久，人互相看袂着，嘛袂当离开厝。毋过以色列人住的所在拢有光明。24节，埃及王就叫摩西来讲：恁去敬拜上主，恁的囡仔甲妇人人嘛通甲恁做伙去。毋过，恁的牛群、羊群就留落来。摩西应伊讲：你着将祭米甲烧化祭的米互阮，互阮通向上主，阮的上帝献祭。阮的精尸嘛着甲阮去，连一只拢袂当留着，因为阮还毋知着用甚物精神服侍上主，阮的上帝。到遐，阮才会知。毋过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毋肯放因离开。埃及王甲摩西讲：你甲我出去，你着说字，毋通搁互我看到，互我看到迄日你会死。摩西讲：照你讲的，我无要搁见你的面。圣经读到遮。即是来赞美，咱要请圣歌队，今仔日要赞美俄罗斯是快乐的圣歌。我
的成业。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每一日拢通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咱来多谢圣歌队邀请咱，透过诗歌帮助咱真正敬拜上帝，提醒咱即日就是上帝在邀请咱爱欢喜、乐乐、唱歌的日子。基督徒的欢喜、乐乐、唱歌，无得较偌厉害，不要紧。其实只要报好消息，互你四周围的人，安尼就是基督徒的欢喜。所以，请你即时就报好消息，互你的厝边，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愿上帝帮助，互你今仔日一切顺利。咱搁讲较济吼，咱讲较济吼。啊，总是不管安怎，其实咱来多谢真侪透过歌声咧邀请咱，爱为着即日，咱要活地来欢喜，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互阮伫你面前，求上帝帮助阮。阮伫即日。阮知，阮活地就是你所赏赐，求上帝帮助，互阮会当了解、知影，上帝你就甲阮做伙伫地，即款的欢喜甲快乐，也帮助阮通将这好消息分享，互阮四周围的人，带祝福伫阮的四边，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南非的圣公会主教图图，伊捌讲一段话，伊讲：别人来时，阮有土地，伊有圣经；别人讲咱做伙来祈祷，阮讲阿门了。伊有土地，阮有圣经。咱有了解这个意思吼？图图用真风趣、上时真幽默的方式来讲，捌伫南非所发生的历史。假使宗教若只是正做统治者用来成就伊霸权的工具，那安尼上帝甲上帝话就互人当做工具而已。听有意思吼？安尼上帝甲上帝话就无啥物咱会当来重视的。假在伫南非，这只是一部分的故事而已。后来，上帝甲上帝话伫南非也带来翻转甲改变。所以，因为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假使咱若伫迄个强权霸权的下面，就是伫灾难内底拄着创伤，受到打击。总是，若伫迄个过程内底会当活落来，对安尼来认捌，检采这个代志是上帝所留的记号，甲伊的作为。亲爱兄弟姊妹，这就叫做新约。咱会当认得出，这毋是出对人，这是出对上帝。那安尼，咱认得出这是新约，安尼佫算有救。出埃及记不断出现法老王心硬有3个动词。一开始出埃及记第7章第3节。就是咱看到的右上方这个会当翻译这夸想吼，夸想原文
缺想的原文的意思是固执，意思是发了骄傲到对上帝甲上帝的话完全无注意，听有意思吼？出现这字只有出现伫出埃及记第7章第3节，完全袂注意骄傲到恁在恁的啊，就亲像我时常咧讲圣经若放伫恁兜的册橱顶头，你毋捌摕起来变，那安尼圣经甲你完全无地带。所以，迄个固执是这个固执，心硬迄款的固执、缺想，总是对第4章开始，咱若读到第4章，上帝对第4章开始，这个90个章的内底，第4章内底，上帝开始分别啥物话？一群是愿意听伊的话，照伊话去行；另外一群是毋听伊的话。无爱照伊的话去行的，直到第7章，就是冰雹落冰雹。即章上帝警告天会落冰雹，你若无注意上帝的话的人，甲精神会死。所以冰雹落伫埃及残忍所出的一切，即字嘛出现伫创世纪的第1章11节。所以神学家认为第7章开始是上帝更较加强的颠倒创造。总是咱发现，第7章真特别哦，埃及王既然无死。咱听有意思，埃及王无死的意思是表示伊有注意上帝的话，所以出埃及记第7章第3节所讲的，讲完全无注意，到发生到第7章的时阵，伊开始注意。所以天咧落冰雹的时阵，埃及王是闭起来啦。简单来讲是安尼，伊是闭起来。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人爱直到死亡甲家己遮尔接近，人才真正会顺服落来。所以出埃及记第9章27节，埃及王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埃及王派人叫摩西甲亚伦来对因讲：即摆我犯罪啦，上主是公义。我甲我的人民做毋对，所以这是前1章第7章所发生的代志。咱拄有读到第8章，所以伊才会讲：即摆我搁犯罪啊，我搁毋对啊。虽然犯了认错，总是知会若过，伊犹原心硬。这搁较显出人迄个无通体恤推脱的罪性。出埃及第10章第1节，这是咱今日所读的第1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摩西讲：你去见埃及王，我要互伊甲伊的人神的心意，通互我伫因中间行神业。好，这是咱读到的第2个心意，卡巴。动，意思是动，总是这字的心真动，所以真歹称得过。意思是安尼哦，总是这字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另外一个无啥共款的意思，叫做虽然会互伊动，嘛会当互伊阳光。两个第2个意思造出来。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虽然上帝互埃及王甲伊的人心心硬，总是
伊是保留空间，假使因也愿意透过因的悔改，就会当互上帝得到荣光。所以信义嘛有可能会当得到荣光，坚持伫上帝的路里，听有意思吼？出埃及第10章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嘛要互你对恁的囝、恁的孙讲起，我安怎许人埃及人，以及我伫因中间行的神迹，互恁知我是上主。伫申命记的传统内底去对恁的子孙讲，这个传承是要紧的代志。然后这个传承，甚至伫申命记第6章甲第4章的所在，讲恁甚至爱下伫恁的手，放伫恁的额头。实际上，现在真侪犹太人，佮将上帝话放伫因咧伫的迄个细的帽仔的内底，迄内底是上帝话。咱也有知影犹太人吼，犹太人因有当时啊，健全的犹太人会绑一个跟啊帽仔吼，但是毋是帽仔吼，迄叫做迄个遵照申命记第6章的意思，放伫因的额头。上帝讲这叫做伊的作为。亲爱兄弟姊妹，咱目睭若看到水变做血，管仔变做蛇，咱看到大自然的无共款的现象，请问咱会感觉这是出对人，还是出对上帝？人虽然有能力，总是伫真侪代志顶头，特别伫灾难的面头前，咱其实是完全无法度。就亲像介成人介厉害，会当有算着讲，有迄个气流要来啊，即几工会落雨，总是咱会当真正知影伊落伫倒。会造成偌大的伤害吗？咱完全毋知影，所以才会有灾难嘛？但毋是咧，完全毋知影来的时，咱完全无法度。然后咱也会当认出这是上帝伫中间的作为，那安尼咱就会认出原来。这是伊的心意。检采进一步，咱会当搁较认捌，伊是上帝。所以刷落下一章好不好？谢谢。再下一章，谢谢。再下一章，我已经讲过了哈，我已经讲了哈。出埃及第10章第30到第4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摩西甲阿伦就去见埃及王，对伊讲：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安尼讲，你到今要毋肯伫我的面前屈服，就放我的子民出去，互因通敬拜我。下面迄张，搁有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你若毋肯放我的子民离开，明仔我要互草蜢进入你的境内。摩西、阿伦搁带来一个警告：你若搁继续心硬，明仔草蜢灾难要来，你的时间真有限。伫咱所读的这个屈服，赫尔本翻译做自卑。实际上，这字伫原文的意思是伫上帝面前压头的意思。压头是若加搁进一步解释讲，压头嘛有敬拜的意思。
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是对法老进一步的要求，唔拿爱伊入捌上帝，伊阁需要向上帝敬拜。当摩西宣布这个话了，伊就活转身出去。咱知影这个动作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古早的王，他有迄种凊彩，什么人来讲话讲了，就活转身出去的，无吧？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动作就表示摩西对王无过亲像过去同款的尊重，无过掠做王是决定所有一切的迄个人。然后咱嘛读到这段经节内底，法老的这人神头一摆劝王爱让步，伫这个灾难内底，这个灾厄内底，所以法老伫这个灾害发生进前，先叫阿伦甲摩西搁转来。出来记第10章第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对安尼，埃及王调摩西甲阿伦倒转来，对因讲：恁通去敬拜上主恁的上帝，毋过啥物人要去？这个是一个问句。某一个部分看起来是法老咧让步，总是这个问句其实是伊想要谈判讲介绍的意思。这个问句其实是安尼，所以摩西煞落安尼讲，出来记第10章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摩西讲：阮拢要去，阮的少年人甲老人，阮的后生查某囝，阮的牛群羊群拢要做伙去，因为阮着守节敬拜上主。这是摩西伫出来记内底头一摆直接讲出伊主要的诉求。阮拢要去，因为上帝百姓应该得到自由啊！因为阮去敬拜上帝，这是阮的自由。法老应答的话，其实通常拢认为是踢笑。咱看下一张好无？法老是安尼讲，第10章的第10节是讲：愿上主甲恁保庇啦，恁着知灾厄已经伫恁的目睭前。这个翻译阁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愿上帝迄个我是的上帝甲恁做伙，听有意思吼？甲恁做伙，所以翻译做愿上帝甲恁保庇啊！看起来读起来敢若祝福对吧？总是一般性啊，敢是认为伊是踢笑，啊，恁去甲迄个自称我是的上帝做伙啦。然后伊是一句话内底唱两个意思，因为迄个灾厄，希伯来文灾厄是 Ra， 其实甲埃及的太阳神的名类似，读音真类似。所以意思是讲，啊，恁若要去，连太阳神，阮的神拢反对。可见，这时的法老阁无想要白白损失这群奴隶啦。对伊来讲，对法老来看，这群是啥？伊的财产呢？听有意思吼？伊的奴隶意思就是，这群啊，我的财产呢？伊无想要放弃。损失这群奴隶，所以出来记第10章12节到13节，咱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甲摩西讲：你伸手举埃及地，互草蜢砍满全国，食冰头拍春的植物。摩西举伊的拐仔举埃及地。上主就互东风规暝规日吹埃及地，到隔日早起，东风将草蜢吹来。
咱若读12节，就知影讲，这将冰袍这个在下，甲草莓这个在下，就连做伙啊，连做伙。这冰袍拍无损失的，草莓来嘛啦，嚼春啊。简单来讲是安尼。换一句话来讲，上帝既然有法度创造，上帝嘛有法度毁灭创造。伫圣经的传统内底，草莓是上帝用来审判的工具。咱若参考约珥记就知影。神啊，假认为毁灭这个农作物是攻击埃及的迄个丰富的女神。咱来知影，埃及的东方是西奈甲阿拉伯半岛。其实埃及真少毋捌有啥物草莓的在下，所以风带来埃及真少看见的草莓。这场空前绝后的草莓的灾难，将一切青色的拢来嚼尽。神啊，假认为这个讲话过程更较象征未来要发生伫埃及的事件。现在东风带来草莓，未来东风嘛要分开海水。现在这个草莓死伫海里，未来埃及的军队嘛要死伫海里。现在这个草莓，这群草莓带来暂时的黑暗，总是未来更较大的黑暗要来。现在王讲求你，互我脱离即摆致到死亡的灾难，未来更较大的死亡要临到埃及。所以，当摩西教王会祈祷上帝，祈祷了埃及境内无草莓。不过，咱读到第三个心意，所以。帮我放下一页，对，再下去哈，谢谢。搁落去对。出埃及记第10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毋放以色列人离开。咱已经读真歹势哦，翻译起来拢真类似，总是这个心意。伫出埃及记内底，确实无三个无共款的动词。hara， 这个动词，其实原文咱若查原文就知影，这字是正面的，会当翻译做“互伊变强”。所以正面的解读会当读做是勇敢坚强。总是负面的解读，就会讲伊真倔强，听有意思吼？负面的解读会当讲，互伊真倔强，所以毋才会翻译做心意。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心意用原文来读，会当讲上帝不断互王伊的机会回头。所以王需要为着家己的决定来负责任。伊若坚持听上帝话、照伊的话去行，就通展现勇敢甲坚强。总是若坚持甲上帝作对，对着伊毋放上帝子民离开，安尼上尾会造成悲剧甲苦难。换一句话来讲，亲爱兄弟姊妹，这甲咱人生有真大的关系。咱的人生有可能有心意，有可能有时阵嘛叫做勇敢。爱看咱是毋是选择对的路。
然后这个选择拢会成做咱生命中的一部分。因为上尾咱拢爱这位全地的审判者来交效。出来记第10章29、2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摩西伸手举天，埃及全地就3日久黑暗暗。当然，真侪神学家咧讲，搁落去23节，做伙来读啊！吼，来3日久，人互相看袂着，嘛袂当离开厝。毋过，以色列人住的所在，拢有光明。用自然现象，真侪人讲迄叫做日食，但是无可能超过3日，所以大部分拢讲迄叫做沙尘暴。但是不管安怎，会当肯定的是，黑暗这个在下是要攻击古埃及信仰迄个上主要的神明，叫做太阳神。实际上嘛，直接咧针对法老，因为真侪埃及王称家己是太阳神的囝。这甲台湾人真侪人讲，伊是做啥物神的囝，真类似哦。我毋知影咱大家知影无吼？古早的台湾人嘛，真侪人去庙里拜迄个神，诚做迄个神的囝哦。咱来知影，这个世界，咱相信这个世界比创造的开始，创世纪第1章第29、第30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做伙来读来。深渊的顶面黑黑暗暗，上帝神运行伫水面，上帝讲着有光，就有光。共字，甲咱今仔读着迄个黑暗，共字黑暗啊，翻译顶头拢黑暗啊。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当黑暗搁重新出现，表示受造物搁转去到上开始迄个混沌、混乱的状况。黑暗有时搁较代表的是死亡。只有一个所在有光，迄就是上帝百姓所住的所在。就是因为因听上帝的话，这也是上帝咧颠倒这个创造上尾后的一章。所以出埃及记第10章24节，刷落去，伫黑暗的灾难内底。埃及王搁做这个代志，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埃及王就叫摩西来讲：恁去敬拜上主，恁的囡仔甲妇人人嘛通甲恁做伙去，毋过恁的牛群、羊群就留落来。咱爱知影，古希伯来人是迄个饲羊牛为生。这是法老上尾要讲介绍的手段。王当有需要即群人的牛羊，无需要嘛？王无需要啊。总是王知影这是即群人，因感觉因的价值，因所爱，因的钱银啊。简单来讲，就是因的钱伫倒吼，这就是因的钱啦。伊想要留。迄个，互即群人转来埃及上尾的保证，总是摩西去直接来拒绝。伊讲：阮离开埃及目的，就是要敬拜上主。然后，阮目前所知影要敬拜上主的方式，就是用牛羊来献祭。迄是当时因所在唯一的方式。因为安尼，王搁一摆心硬赶走摩西。所以上尾是用放话的方式，互相放话哦。所以咱来读埃及王所对摩西讲的话吼，来做伙来读来。埃及王甲摩西讲：啊，你甲我出去，你着说字哦。
唔通搁互我看到，互我看到迄日你会死。爱加一点仔情感啦，听有意思啊吼。你着说字哦，哦，这翻译真特别的所在。然后摩西是安怎讲？做伙来读29节，做伙来读来。摩西讲，照你讲的，我无要搁见你的面。意思是啥物货？意思是我无要搁求你啊！我逐摆来求你，你拢反悔，你讲的话无算话，听有意思吼？所以我无要搁求你啊！所以下一遍就是法老要求因，下一遍咱读册的时阵，就是法老要求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伫灾难内底对咱讲话，毋望咱会当透过安尼认捌伊是掌管宇宙唯一全能的上主，伊就伫即时来临在。当咱读到十个灾难的时阵，上互咱感觉真困难的所在是安怎上帝找摩西亚伦要带上帝百姓离开埃及？另外一方面，却互法老心硬呢，就亲像我过去带学生咧读出来记记的时阵，学生讲上帝敢若布地去红仔后壁迄个手，迄支手啊，即支手安尼嘛吼，就使用摩西甲亚伦的另外即支手嘛上帝啊，绝对，所以。这学生就讲上帝敢若迄个使用布地戏共款啊。总是若照圣经的记载，上帝互法老心硬三个同事，咱就知影，其实法老甲帝国会当有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伊若愿意亲像约拿书内底尼尼微王。当尼尼微王听见爱伊反悔的声音，就用实际行动带全城悔改。那安尼，咱检测读无遮尔多灾难。总是这毋是法老甲埃及帝国的选择。换一句话知影？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咱已经明白，这个灾难是上帝作为，总是咱啦，感觉家己真牛，甚至将家己所讲的话无算话，那安尼，上帝互咱更较侪明仔载嘛无路用，敢毋是咧？因为每一遍拢是明仔载对吧？明仔载这个灾难要来，总是咱啦。讲出来话无算话，那安尼上帝互咱更较侪灾难，更较侪时间嘛无路用。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叫做法老心硬的模式，以及咱有可能的选择。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当咱少年的时阵，伫婚姻的礼拜顶头讲，我永远听你。要照顾你。当咱健康的时阵，咱讲我会顾你顾甲完全一世人。然后咱看起来真平安的是讲，我绝对袂会改变。我要坦白大家讲，当时所讲的并无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开始破病。真正困难的是海啊钱无够啊！真正困难的是我对你的迄个热无去啊！真正困难的是引诱，真正困难的是灾难来。咱阁有法度对咱嘴中所讲的话负起责任吗？真歹势哦！人生的本质就是咱会不断拄到引诱。有一寡引诱是金钱，
有一寡引诱是欲望，有一寡引诱是权力，有一寡引诱是名声。我有写伫顶头，我无要讲啊吼。所以法老早就上帝早就看透法老，知伊会选择心硬到底，讲话无算话的迄条路。所以，咱搁若亲像以赛亚书先知第5章20节所讲的，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惨啊！遐个甲善讲做恶，甲恶讲做善的人，因用暗做光，用光做暗，因用苦做甜，用甜做苦。甚至讲，当咱开始违背良心，称歹做好，称暗做光，看苦做甜，讲出违背家己良心甲承诺捌讲过的话，即款的人有在下啊！即款的人惨啊！我要坦白大家讲，较麻烦的是，这敢若今仔日的世界。随上咱今仔日就活伫一个讲话无算话的社会内底，对政治人物开始到一般有时阵咱拄着的人，所以咱今仔日的人会感觉爱提防人敲电话来讲，你着大奖即种话啊。爱知影，咱爱提防，若有人敲电话来，你讲，你得大奖哦吼，赶紧来领哦，有可能就有麻烦。这敢若今仔日的世界，因为昨昏所讲的话会当互今仔日我若有利益会当推翻，今仔日认定的价值会当互明仔载的声量来取代。然后，咱活伫这个世界，亲像咧奖励欺骗的人，因为讲实话真正开，讲白贼有时却得到拍扑克声。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遐个过去互人伊的话的人，看起来敢若戆仔。所以真侪现代的人会选择我若莫有一个承诺，甚至我若莫结婚就无婚姻的问题，无负责就无会失败。请问这款的人生敢会较自由吗？沙特安尼讲，沙特讲人上大的问题，毋是互别人所骗，是自我欺骗。所以真侪时阵，咱只是将家己的责任撒互别人。因为自由有重量的，咱要享受自由，其实是有重量的。因为要实行咱所讲的话，嘛有重量。总是真正的自由，绝对毋是想要做啥就做啥，是愿意为着家己选择、家己所讲的话来承担责任。其实，这也是这群好不容易得到自由出埃及的人的性命课题，就是行上一条甲上帝立约的路。因为迄个上帝，咱所信仰的上帝，早就看透咱的咱的心，所以愿咱伫上帝甲人面前会当诚实。画出一个甲伊立约、持守这个约的人生，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因为你知阮实在有时阵，甚至时常讲真侪白贼。
主求你赦免阮，阮有时看你看无，所以阮就心硬，家己举做家己真厉害。总是主求你帮助阮，互阮看出行伫你的路，的人生是偌尼美好，互阮知影是你咧掌握人生甲生命以及这个世界，帮助阮认出，虽然阮拄着困难患难，总是主你要透过安尼提醒阮。爱阮行伫即条甲你立约的路，求你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这是咱。搁要三角来吟圣诗574首，574首回应诗。明日只有信靠主，明日只有信靠主，请起立吟全首。也靠主。
请刘国辉、殷立芳两位执事来书献。起立，咱来举行仪式。咱唔当心来祈祷，请来祝上帝，我满心感谢欧罗你，感谢上主你的看顾，因带咱来到主你的面前，领受主你的话语甲祝福，也恳求主你伫新的月份，你的持续引带带领我，互咱一切平安。大运奉献淡薄仔金钱，为教会圣工所用，愿你感纳。我向你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请坐，请坐。伫报告的大声，咱三甲来看本周的金句记伫听书单的下面，我读一遍兄弟咱来读两遍。有才华遐个称歹做好，称好做歹，用暗做光，用光做暗，用苦做甜，用甜做苦的。以赛亚书5章20节，请。有才华遐个称歹做好，称好做歹，用暗做光，用光做暗，用苦做甜，用甜做苦的。以赛亚书5章20节，有才华遐个称歹做好，称好做歹，用暗做光，用光做暗，用苦做甜，用甜做苦的。以赛亚书5章20节。请咱掀开周报第2面下周的复习，请咱家己做伙来看。周间的聚会、主日学的聚会、教育部的课程，甲小组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主日奉献的明细请咱来看。若是有出入的，请办公室来更正。第三页消息报告，主日7月初5，7月份的日月的中集长老是我本身。执事是陈义兴、黄廷义两位执事。行政部的会议伫中昼12点半，伫6楼办公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主日学的会议伫中昼12点半，伫9楼召开，请老师同工出席来参会。
小会公告：2026年临时和会中级的选举，7月初5咱要公告符合受选资格的中级的名单，发选票加投票。8月初9 12点半查址投票，并且开票。8月16公告中级候选人的名单。10月初4临时和会加中级的选举投票。教会消息，7月份要为祈祷会，咱是要为着儿童来祈祷。伫7月初4拜六暗时7点，伫6楼的副堂来举行。咱邀请兄弟姊妹同心来为儿童祈祷。当教会生日的祝福，咱要邀请无在职的兄姐、无道友填写线顶的表单吼。即个，互教会会当伫你生日特别的日子献上祝福。即个资料咱会当扫即个正手边的 QR code。范德波伫遮有一个从怀疑到相信传福音训练课程吼，是9月到11月3个月的时间吼。伊要用即个 Zoom 线上训练课程吼。7月到9月新眼光读经本先知真话，欢迎到6楼办公室来领取吼。另外，其他的消息是桃园合作社理监事会伫7月初5中昼12点半伫701要召开，请理监事来出席参会。以上下面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吼，特别对后礼拜开始，就有咱的学贵学校的遮个老师的进驻哦，因对随从即礼拜开始因拜五就带入来教会内底来准备，搁落去迄礼拜规个礼拜学贵学校，所以咱刷来拜六的暗时会有祈祷会，就是特别为着儿童来祈祷。那么毋望上帝伫即世代的囡仔以及咱的教会会当培养上时有互因真好的环境。第二项是，请咱也为着暑期的音乐会、音乐营来祈祷。阮伫昨昏有举行一个老师的会议，所以大概初步拟定音乐营会当做的遮个代志吼。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音乐营也诚做祝福教会的所在。然后上尾后壁的3个活动，其实就是欢迎大家参加，特别是韩国的2个活动，请咱一来使，请咱尽量报名，请咱尽量报名。因为这牵涉到人数甲准备，所以免无需要费用啦，总是爱报名，互阮知影讲，阮爱准备偌济，安尼较好势。所以欢迎咱伫7月18号的中昼开始上晚到3点尔啦所以是食饭了，伫遮到3点啦迄日下早起是有音乐营的成果发表会，所以咱也会使，咱嘛会当10点的时阵就先来听因安尼学一礼拜了，遮个不只是囡仔话嘛有成人伫遮学一礼拜了因的成果，所以咱会当透过安尼来欢迎伫7月18号早起是10点来观赏来听这个成果发表，然后8月1号到2号是韩国的所有长老教会因的青年会来带咱的青年，所以嘛请咱的青年来使，咱也欢迎咱大家为着遮个代志来祈祷，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刷落来遮个活动，特别伫这个建筑物内底所发生的，有上帝完全的祝福。这是咱三甲来吟上营393首，上营393首。
和乐专营稳定主宰，请起立吟全首。和乐专营稳定主宰，万众千户感谢跪拜。会行诚实，因公义仁爱，尊严颂赞，地高万代。当阮最后所祈祷的恩典，特别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也这请坐，祝歌。弦乐灭岛。平安礼，请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